又有海景，又有濕地公園景，咩話？仲要係鳳凰樓層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iselle。上次咧帶過大家去睇咧嘉湖山莊嘅鳳凰樓層兩房啊，今次咧俾我喺柏慧豪園咧都揾到一間兩房嘅鳳凰樓層啊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喺綠座 H 單位啦，使用面積係494尺，望到海景嘅兩房啊，即刻帶大家去睇。入大門嘅位置，首先係廚房啦。廚房咧就呈 U 型工作台嘅設計啦。咁另外咧，業主咧都將本身嗰度房門咧換咗做呢個折門嘅設計啊。咁所以咧慳翻唔少空間。咁同樣地，洗衣機同埋雪櫃啊、微波爐嗰啲咧都可以擺晒落嚟呢個廚房嘅。咁都係有窗嘅設計啦。好，浴室咧，見到業主咧就換咗個鏡櫃啦，同埋換咗淋浴間企缸嘅設計嚟嘅。咁但係咧呢個浴室咧留意啦，就沒有窗嘅，咁就淨係得抽氣扇嘅。好，客廳同飯廳啦，首先飯廳嘅位置做咗一啲組合櫃，同埋有個對流窗。做咗組合櫃之外咧，咁飯廳就剛好可以擺得翻咧4人嘅飯台噶啦，空間唔算話太大嘅。另外一邊咧，客廳呢一度咧都見到啦，擺咗 sofa， 擺咗電視櫃，咁中間咧可以預留翻個空間咧出翻去露台嘅。而呢一個露台咧就絕對有驚喜啦！哇！因為柏慧豪園咧最高係成50幾樓㗎，咁所以咧可能業主都因為安全問題加裝咗呢啲欄杆喺度啊。咁我哋出去望一望啦，對面咧就係深圳後海灣嗰個景觀啊。我哋入翻嚟屋入面嘅位置啦，咁呢一度咧係打橫嘅客飯廳設計啊！呢一個好處咧就係中間有一條走廊咧分隔開客廳同埋飯廳，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啊，客飯廳係比較分明嘅。另外咧2間睡房啦，咁首先我哋可以睇咗大啲嗰間主人房先啦。主人房入到去咧，哇，見到已經係2個大衣櫃啦。咁其中呢一個咧，左手邊呢個係5尺嘅衣櫃，咁然之後最盡頭咧仲做多咗一個6尺嘅衣櫃之餘啊，中間其實仲有位置係可以擺雙人床嘅，好大啊呢間房。咁呢一間房有少少 disadvantage， 因為佢個窗咧，其實咁大間房間嚟講咧，個窗好似係略為細少少，雖然佢已經係一個正常 size 嘅窗嗱。咁景觀呢一度咧，哇，都係好高啊，可以望得翻咧深圳嗰邊啦，同埋海景嘅位置嘅。好，最後就係細房啦。咁細房咧，業主做咗一張單人床喺呢一度啊。咁下方咧預留咗一啲空間擺雜物，上面做咗一層架啦。呢度空間唔大，發揮嘅空間咧都唔係話好多。咁其實擺完單人床，擺完衣櫃咧，咁位置都已經係差不多噶啦。最後就係個景觀。好啦，咁呢間鳳凰樓層嘅海景兩房柏慧豪園單位咧就介紹完畢啦。如果有興趣睇到嘅朋友仔咧，可以歡迎喺右上方嘅 WhatsApp 資料聯絡我啦。咁或者咧有其他戶型啦，同埋其他屋苑都想參觀嘅話咧，都可以喺 WhatsApp 嗰度聯絡我，話俾我知你哋揾緊咩類型嘅單位嘅。最後請你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